21日，將軍澳發生墮樓案。傍晚6時21分，警方接獲途人報案，指發現一名男子倒卧在將軍澳景嶺路8號對開馬路一花槽，懷疑他從高處墮下。救援人員接報到場，事主昏迷被送往將軍澳醫院搶救，其後被證實死亡，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。警方經初步調查，相信38歲姓施男事主從港鐵站上蓋物業都會平台墮下，現場沒有檢獲遺書。據悉，事主生前因生活問題不開心。今日21日，將軍澳發生墮樓案。傍晚6時21分，警方接獲途人報案，指發現一名男子倒卧在將軍澳景嶺路8號對開馬路一花槽，懷疑他從高處墮下。救援人員接報到場，事主昏迷被送往將軍澳醫院搶救，其後被證實死亡，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。警方經初步調查，相信38歲姓施男事主從港鐵站上蓋物業都會平台墮下，現場沒有檢獲遺書。據悉，事主生前因生活問題不開心。